公仔吃饭时间到，澳门上班族日料食堂，股市48元，寿司9元。澳门日料性价比 No.1。哇，好香啊！好厚的牛肉，还有98的和牛饭也超级绝子。酱汁淋下慢镜头，金黄猪扒切开拉丝，将无菌蛋放在牛肉里，和牛烤得超级嫩。云少师傅亲手秘制的酱汁。48 mop 等于鱼生加沙拉加味噌汤加小吃，这么多只需要48元。师傅现场捏制的寿司，鱼生新鲜过海港，便宜到怀疑人生。6月10日起更有限定，超正啊！有碗味噌湯給你。壽司自由呢度就得啦。澳門打工族錢包夠升，午市記得同同事組隊嚟食。澳門日料天花板，我哋只做性價比，天花板。